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个吹七公司大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开始，先来关心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昨昏在凤山举行，投票率有上4成，投票总数有12万多票，落尾无同意票以6万5千多张，赢过同意的无万票，黄捷成功保掉议员。不同意1票，同意1票。 高雄凤山高中投开票所内底，7日下晡高雄市凤山区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投票结果出来，因为同意票数55261票，无到罢免同意票数的坎站，所以无过关。这个结果也互当事人黄捷松一口气。过了今天，还是凤山区的高雄市议员，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2年，我一定会 继续努力，更加努力，不会让凤山的乡亲失望。经计选委会统计，凤山有投票资格选民有29万多人，罢免案爱通过，至少爱有72891张以上的同意票，而且票数爱比无同意票多。绿营选战伫总统蔡文秀仪之下大力挺捷，罢捷团体是结合反内地基地甲南亚民代罢免正做另类拿力对决，啊，不过无同意票一路领先，双方票数差距近1万，互罢捷团体真失望。 我们凤山清洁队没有成功，但是不代表我们反莱猪不会成功。人民的健康没有蓝跟绿。 另外，黄捷由无党籍立委林昌祖飞去投票时阵，疑似因为人多引起插队议论，罢捷团体佫指控有停职的人士，找他报名挂出停职布条违反选罢法。黄捷反驳这是罢捷团体自导自演。高市选委会表示，若接到民众检举，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半暝，人困长路面，煞真侪民众和手机的国家警报查精神。宜兰外海伫深更1点36分发生规模6.1的对动，上大震度是宜兰甲苗栗有4级，台湾各地头嘛拢海有着。半暝1点36分发生规模6.1的对动，对动中心伫台湾东部海域，深度有112公里，各地头民众拢感受有着。 不过，煞是侪人去互手机的国家警报亮10外声惊着。另外，2点48分，屏东牡丹也发生规模3.5的对动，深度敢若7.5公里，上大震度伫屏东满洲有3级，台东大武有2级，目前一切平安。今日空气对流歹，西半部的空气品质再度红灯警示。环保署表示，主要是受到本土污染影响，预料到拜1东北季风转强，北部的空气品质就会改善。不过中南部也是无理想。车开离国道顶头，会当看到为南口到泰山这一带一片瀑布。若是北部、台中、高雄地区能见度嘛无啥好。根据环保署空品监测资料显示，为新北市的3点埔、台中、彰化，一直来到台南，下早11点有26个测站来到红色警示。主要原因是本土污染物无法度吹走造成。涡流的关系啊，所以把中部有一些污染就往北送啊，所以北部的那个空气品质也变得不是很理想。但这几天看起来是以本土污染累积的这个情况为主的。目前 PM2.5 的浓度以中部上悬，环保署表示，8号后礼拜1东北季风慢慢增强，北部空品会较明显的变好，但离风尾的中南部有缘无啥理想。有关天气，周末2天全台湾各地是好天甲稳定，上悬的温度会当来到24到28度，不过后礼拜1开始会有变化。 其实是会有一股东北季风会增强的一个情形哦，不过这一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反应是在风力的增强以及水汽上的一个增加哦，所以到时候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10号2到暝，气象局表示，受到锋面形成的影响，全台湾明显水汽增加，各地天气会变歹，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30暝这一天，锋面通过，但东北季风又搁增强，所以北部甲东半部落雨会继续，中南部是相对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
马在拜一东北季风转强，桃园以北甲东部地区会落雨。拜三是过年的前一日，会阁有一阵风面，各地恐惊变天落雨。到新正初一日啊，北部、东部雨来，中南部是云到雨天。继续来看澎湖日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找五甲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电话联络，表示美国会继续支持人权甲民主价值，对新疆、香港议题继续施压，声称中国若威胁大海在内的印太地区稳定，美国会追究责任。落尾是中国时报国际带路狗联名评估，带路狗甲视障者的理想比例是1只狗对100人。算来咱台湾有6万多名的视障者，至少就要有600只带路狗。现时却干那40多只。副总统赖清德呼吁，对公共场所拄到带路狗，唔好甲饲，莫带碍，莫拒绝，要主动问敢着帮忙。继续来看国内疫情，昨昏增加一件境外病例，指挥中心研判是từ美国学着带病入境。另外，指挥中心要求桃园病院的医师人员这2天分配做第2阶段的血清采检，加验抗体查明炭病源头，按算采检1759人。过来拜六个新增加一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一个40多岁本国籍男子，伊在去年10月外派到美国去工作，当时不甲确诊的人来接触。今年1月初8回来台湾探亲甲工作，入境了后自主检疫14天拢无症状。1月25开始伫台湾上班，因为最近伊个要到美国来工作。2月初是自费来采检，呈现阳性的反应。4号做自费采检啊，那时候的 CT 值是33哈。那昨天我们因为有接到这个个案，所以昨天也请他再去采检一次啊。那这个 CT 值就没有，就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依照这些资料看起来，应该是他的感染应该是在美国这边就已经感染了，再去工作，那有接触的这些亲友跟工作者，这边我们在做隔离哦。那不过一般而言，看起来它的传染的风险是很低啦。指挥中心也公布，正受到注意的部立桃园病院清零专案上新的进度，正是这2天开始通知部立桃园病院的医师人员甲相关的外包厂商，爱分配回来病院进行抽血的检验。指挥中心讲，这是第2阶段的血清采验，主要希望经由验抗体，搁再调查整个院内感染的传染源，有计采检1759人。量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本来就分作2个阶段来做。那第1个阶段当然是在本来判定比较有风险的地方，那采706人。那第2阶段就是全部就在全部都会做。那1759人，那明天就会开始来做。指挥中心讲，这阵部立桃园病院专案已经完成2135人核酸检测，除了3个检验中，其他拢是阴性。第1阶段的血清抗体，除了1个也伫调查中，其他也拢是阴性。指挥中心讲，这阵部立桃园病院的互相烧的事件，算讲是会使小可较放心的阶段。而这阵病院内底员工，敢若剩6个人，也未解除隔离，所以也甲地方单位密切合作，结果研究安怎慢慢来恢复病院的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京都大学实验发现，甲空气的污染物放入鸟鼠鼠，结果会害促进新冠病毒入侵细胞的蛋白质增加。医师分析，这项实验显示，空气污染会让咱人更较后饿着新冠病毒。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京都大学甲空气污染的微粒注射到实验的鸟鼠的细胞，并且甲鸟鼠暴露在大量空气污染物内底，结果发现促进新冠病毒入侵细胞的蛋白质增加，表示更加遭到新冠病毒感染。胸坎科医师分析，这也再度验证空气污染让人体呼吸道受到损害，大幅降低自身对抗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同时的一个空气污染，不但造成免疫力变差之外 ，ACE2 的一个表现也会受到影响。ACE2 一旦它的一个受体的一个量的一个改变，都会使得病毒更容易进入细胞中。所以我们认为空气污染的确会跟新冠肺炎的一个严重度会有相关联性。另外，对着咱国即要摕到头一批 AZ 疫苗，即阵国际间一直传出，可能对老大人保护力不足。胸坎科医师是认为，年龄是一个大概分界，其实爱看注射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即阵这个疫苗安全性在国际间是无问题，民众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国外，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世界超过1亿人遭过新冠有风险，做过染病总数，不过拢集中伫少数国家，显示疫苗分配无平。美国的疫情也是世界第一严重，拜登动用各项新生法，随便制作疫苗。全球即阵确诊新冠病毒人数超过1亿600万人，世卫组织 WHO 初5宣布。对去年12月，真侪国家开始陆续注射疫苗了后，即阵注射疫苗的剂量已经超过总感染的人数，值得安慰。不过，这疫苗注射人口敢若集中在少数的国家，也搁再凸显疫苗产能不足、加分配不平均的忧心的现象。But more than 3/4 of those vaccinations are in just 10 countries that account for almost 60% of global GDP. Almost 130 countries with 2.5 billion people are yet to administer a single dose. 虽然欧洲国家疫苗注射计划已经大幅度来发动，不过真侪国家依然无完全放松防疫限制。而全球为着病毒死亡率上悬的国家之一比利时，初5就大批餐厅业者伫举行抗议，话讲已经付未出店租。而西班牙虽然因为疫苗运送较慢，暂停注射1礼拜，不过马德里的餐厅却是对初5开始，甲户外用餐的人数对4个人放宽到6个人。另外一方面，美国尽管在确诊甲住院人数拢呈现下降的情形，不过为着加紧阻止疫情，拜登政府初5宣布动用各项生产法，协助加紧恢复疫苗生产，也确保防疫所需要物资应确实到上界需要地区。同时，调派1000名士兵协助来注射疫苗。1000名士兵有计15个到全美疫情上界严重加州展开协助疫苗注射工作。美国大联盟纽约洋基的球场初5也已经正式成做临时的疫苗注射中心，估计1礼拜会使替15000人来注射。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来看昨昏伫台中港发现保育类的北海猪倒鱼丁收入港，专家表示，海委会要是爱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画出重要生态范围，有具体规范，才通落实保护北海猪。台中海巡蓝艇伫台中港外海发现海面上有几啊只海猪，一粒浮出水面，一粒搁缀伫船只边啊，赶紧记录这个难得的画面。这个是白的，全白的。对啊。有的是比较白，比较黑偏粉红的。详细甲看，这顶海底的外观呈现白色，也是有淡薄粉红。海巡人员推测，可能是保育类的白海猪。台中海巡队表示，初5甲初6进行海上巡逻的时阵，伫台中港外1.5海里的所在，拢发现这顶海猪的踪影。昨日于台中港外1.5海里处，及今日于台中港航道分别发现10多只及2只濒临绝种的稀有白海豚，在巡防艇附近觅食嬉戏。台中海巡队表示，包括北堤、灯塔外海、甲靠近苗栗县的海域，拢捌有发现活动的记录，也显示保育有成效。工团专家表示，确实也有发现北海猪因为找食进入到台中港区的记录。另外，去年海委会公告，北海猪重要栖息环境范围，包括中部4县市海域，范围达到763平方公里，也毋过保育团体认为也是不足。划设一个自然保护区域，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意义。如果说没有搭配一些所谓在这个保护区里面的实际作为的话，画不画其实都一样啊。贵上下表示，目前有观察记录到的个体大约是64只，呈现淡薄下降的趋势。除了应该赶紧拟定保育计划，对栖息环境也要有具体规范，保育才会当有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垦丁的龙盘公园，长期有业者违法半暝，招人客暗时批沙包车落梅花鹿，近来甚至公开伫网络招生理，毋但省长生态，附近居民也互车声吵甲袂困。游客吵吵闹闹向前徛去，这是屏东垦丁业者推出的夜探梅花鹿，互游客暗时骑沙滩车去看梅花鹿，但其实这是违法的活动。警方打骑沙滩车的游客抓落来，一个一个登记资料。但是去年就开出97张罚单，但犹原抓袂了。来，我们警方全程录。在垦丁国家公园骑乘沙滩车，追逐梅花鹿会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8款的一个公告禁止事项，可以采处3000元的一个罚款。台湾的梅花鹿经过垦丁国家公园保育，伫野外族群数量已经有1500只左右。
安尼先阁煞可能互业者的违法活动迫害。沙滩车发动的噪音，毋但搅吵着附近民众的生活，嘛影响到当地动植物的生态。根据我们的掌握，从事这样的一个违规营业的业者大概有10家左右。骑乘沙滩车追逐梅花鹿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仅会造成栖地的一个破碎化，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梅花鹿过度紧迫而死亡。业者真大方的伫面册顶网络平台招揽游客，甚至探听警方巡查的路线甲时间，想要规避取缔。警管处甲警方表示，会加强巡逻，调整并增加机动性巡查，嘛呼吁游客莫参加这类违法的活动，共同保护当地的生态。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秋行军团侵入台湾各单元灾害应变小组表示，现时已经无法度总备宣布7月起塘海防治进入第3阶段，由农民自主管理，政府未阁补助药剂甲工资。各县内出现药济塘，苗栗北牛牧场去年6月发现疑似秋行军糖幼糖，经过鉴定，确认是国内入侵的第一例。刷落来，一年8个月包括高牛、土豆、水稻啊，累计9种作物受害。农业会方检局提供农民药剂甲补助喷药啊工资，到底防治，毋过防疫策略将有所调整。为3月起，无要阁补助喷药啊工资，7月开始是进入第3阶段农民自主管理。有这个工资拢无要个补助。我们就是要确定，农民可以就是认识这只虫，那了解这个整合性管理的措施，那发生的时候可以适时的防治，那就不会影响产量。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初5开会判定，国内已经无可能将秋行军糖完全消灭，决定调整7月起进入防治第3阶段，也毋过会有4个月过渡期。也毋过伫台南种17-8公顷青瓜甲食用番麦的农民表示，就算无欠水收成顺利，也毋过若讲要家己负担农药喷药成本，恐惊无利润通讲啊。阮较认真来看，啊，靠政府甲咱斗协助看。安尼，阮无会当减少农民，无因为灾源要也无啥物利润啊。帮忙个3年5年，把这个东西真的都没有救了，我们才来放弃。防检局回应，若会当伫种地时阵加强曝日头，降低糖的密度，伫早期加强生产，早期防治甲多元管理，应该会当减少喷药的次数，降低成本。农民伫防治上，若讲拄着困难，也会当找各地农改场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因应本土疫情退烧，侪大型活动停办也是延期。不过，台南6届乐舞上柜照办对新历元旦到达，吸引20万外人到到洋秀。主办单位提醒防疫着照步。台南6家新道边仔的落雨松，红色的一片非常的美丽，嘛成为近年来拍开热点。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大型的活动纷纷取消，民众是转往户外来行打。根据主办单位统计，平常时造访大约3000外人，到了假日几乎大家拢破万。元旦到现在是已经累积22万的人潮。我们现在人数的话，以6日为最多，都是超过3万人来访。因为疫情的影响，真侪活动取消。不过，这次的活动办理地点是伫户外空间，通风良好，人群是不断的流动，并无根据。请示卫生局了后，决定是继续办，并且搭配管制出入。专程挂催暗等防疫的措施，因为头一次来就觉得很棒了，高兴哦，一直拍照。哦，对啊，因为这边又很空旷啊，他们也有在实施说这个出门要戴口罩。另外，景点位伫新道边啊，先前嘛有路边后白停车的乱象，为此大家区公所是伫落雨松附近。规划5处的停车场，会当提供750个停车位，防堵乱象。旧历春节就伫要来到，嘛会使有见6家落雨松，会成为新春假期民众行春首选的景点。主办单位除了交通维安之外，嘛呼吁都要遵守防疫的措施。记者郑云南报道。嘉义的蒜头大桥因为无下现实的交通需要，定期分跨到18公尺，也是嘉义县内头一座斜中桥。假日在时啊，嘉义县埔子市甲边仔6家乡的民众，大家拢爬起哩这座新的蒜头大桥桥顶，迎接新桥正式通车。这会当改建安尼是足好的，对这交通方面是帮助真大啦。有嘿，咱像迄个美国的金门大桥有无？足像的。
蒜头大桥的旧桥通车已经35档，而且只有8.3公尺宽，无法度应付现主时交通的需求。新完工的蒜头大桥，毋但拓宽到18公尺，嘛是嘉义县第一条车中桥。顶一站嘛，阁有摄影师用空翕机翕到真水的画面。拍到的当下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去年我有拍故宫的云海，所以想说今年能不能拍到不一样的平地云海。这条桥的通车啊，会让嘉义县的整个公共工程往上提升一步，开始不只注重实用，还有美感，整个景观的设计。这条桥的建设经费总共9亿3000多万，暗时阁会有无同色彩的电火光雕，希望除了会当改善交通，阁会当配合附近故宫南园蒜头灯厂，成做一个新的观光景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即马真侪囡仔人拢咧报手机啊，根据研究，囡仔开始使用手机啊年岁平均伫10岁，而且愈早耍手机啊囡仔愈近近视，眼科医师指出，若囡仔歇寒歇热，无直直耍手机啊，会当减少近视。囡仔应该几岁才会当有家己的手机啊？有家长认为唔通收过早。手机大概从高中高1、高2我们才开始让他用，因为知道3C 产品其实对小孩的大脑智力发展跟视力发展都很严重的影响。伫街路来问家长，有人表达袂好囡仔来看手机啊。不过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这几年来囡仔使用手机的年岁，2019年调查专台深挂规11岁到14岁囡仔，竟然平均10岁就开始用手机啊，而且使用的比例，若比较6年前来看，加要4成多。2013年的时候，全台湾的小朋友拥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机的这个比率大概只有3%左右啊。结果经过6年后，来到2019年，哇，这个比例就大幅的翻倍的增加到82%哦。伫福联盟表示，囡仔摕手机的年岁来降低，嘛代表着近视的岁数愈来愈少年。针对这个问题，眼科医师嘛讲到一个趣味的现象，若拄到囡仔放长假的时，会有2种较特别的纠正类型。一种是因为常常去户外，近视的度数煞来降低；另外一种就颠倒病。在家里面，那看了很多的3C 产品，玩了很多的这个手机的游戏啦，来检查的时候，近视反而就更形的恶化。医师表示，囡仔愈早就近视，将来痴迷的风险嘛愈悬。除了上目睭，嘛因为家长甲囡仔使用上的认知无同，所致的亲子冲突嘛变较侪。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到底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中部地区14度到27度，南部地区16度到29度，东部地区16度到26度。外岛地区13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hen咱再会。